会产生震动，压电，压了就会产生电，有正跟逆。性能逆还可以产生那个发电的效果，可以接到小灯，然后会亮呢。压电材料前面加个纸片还是什么，然后压电材料接上正负极，可能还要接电池通电，而且竟然会还是只要压那个压电材料就会产生电了，那前面的纸片就会震动啊，有扇风的效果，有这么神奇